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陈伟民。今日要小解一位为台语咧走藏，用性命学尽武技的教授，从华语诗转写做台语诗的创作诗人，甚至为着要找到台语家己字哦，无少成本来卖厝，出国来转读语言学博士。就用的是世人的时间来研究台湾台语字的国字，伊是李钦宽，肯为台语来打拼。海洋人民召唤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单元，要带你来了解伊的故事。咱一定爱用天动的意志力。对抗地心引力。逐个月，就伫咧台语社的成员活动当中，发表家己的创作。互咱变做蓝木型，W 型社会人。对李钦宽诗内面的台语字词、发音和用法等等，成员拢一咧讨论。你啦，站立的你啦。凛凛，威风凛凛的。啊？我做是冰，迄个冰布迄个，唔是啊。无对字，你讲对字。我讲一头讲，莫谈外口拍一头讲。哦，好啦，无要紧，我讲讲就好啦。我容易接受啦。来自社会各界的社团成员当中，有编台语词典的资深先辈，有参与无偌久的少年人。大家共同有的是对台语学习的热情。头起先就是几个资深的老师，就大家小姐食饭、啉酒、开讲安尼。落尾呢，有开始算做讲扩大招一寡比较较少年的朋友吼，但是拢对台语足有热情投入的，也是讲是研究者、是老师这款的背景的人，成长足好足济，就是因为讨论台语的，譬如讲伊的语词啦、伊的典故啦，伊的甲台语有关的代志就对啦。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嘛有淡薄仔敢若袂输读册会，嘛淡薄仔亲像开讲会。就是透过拢用台语，不管是要讲啥，拢用台语来讨论安尼。原本诗就是我感觉足水的，要毋过我知影这首诗的来源了，我就更较感动，因为这首诗是老师甲老师结婚的时阵，伊印伫咧喜帖顶悬的一首诗，想要送互因太太，我感觉足浪漫的。因为感动，曲丹妮将李钦宽的诗改编做歌曲，家己弹家己唱。伫咧社团学一档歌，伊的创作歌曲因为安尼得奖。更加感动的是，伊看到家己的语言觉醒。细汉讲台语已经讲到遮惯势啊，但是原来即马才知影讲，咱的台语是宝，足重要的。后才佫重新佫家己捡倒转来，真正有意识去认捌即个语言，去研究即个语言。关于戒严的拢来39档。台湾将其尾来投放，向咱自由飞来飞去的一片天，无论要飞悬也飞低，拢袂过去碰到看乌的铁线网。李钦宽做兵的时阵开始写诗，2年后出版头一本诗集《乌面》。过去尽管使用华文创作的伊，和文师郑中伟问到讲，为怎样无要用台语写诗的时阵？种下了语言意识的种子，一直到写戒严了后，这首诗行上街路的时阵，也突然间觉醒。华语迄首诗要念互观众听，迄个要念台语啊，结果我提吐吐了，念袂好势啦。迄阵就怎瞬间就顿悟，总觉醒，讲我安尼毋对，我袂当用台语直接。写，袂当用台语直接念，无法度甲我的同胞、甲我的读者直接沟通，都要透过华语。我感觉这是毋对的，所以迄阵就开始语言觉醒。语言觉醒了后，伊放弃当下一切的美好。40岁法官公读语言学博士，要为台语找到家己的文字。到即阵出17本的诗集，4本的散文集。
李庆华从来毋捌停止台语诗的创作之路，诉求接近大众的用词，推广台语文化。今日台湾新眼界邀请到李庆华教授来到咱节目现场。教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教授退休了后无得用吼？是啊，算无通用啦，无通用安尼。是。我退休了后，差不多2、3档前退休了吼。退休了后就直接迄个去澳洲国立大学开台语课。哦，台语课。每一个咱遮的暑假，因遐寒假的时阵，我去因开台语课啦，拢差不多20、30个人修。已经今年第3档啊。第3档。伫即个2档前吼。这个中正大学因就有请我去甲因开台语的通识，是一档前，伊的台文所就讲请我去甲因做专案教授啦，专任啦所以我一礼拜差不多落去2工，只带一暝开迄个3班的课啦。是一世人拢为台语咧走走。是啦是。较早你为着要台语有这个文字啊，你较早个40岁时阵有这个语言觉醒，对，去美国。佮转读这个语言学的这个博士，对，这个经验真丰富，跟咱分享一下。我差不多40岁的时阵吼，到正式的迄个语言文字的觉醒啦。安怎讲？就讲语言有觉醒，只要30几岁就有啊，就讲咱爱讲咱的母语。是。但是嘛无感觉讲文字一定爱使用咱的台语的文字。我就是伫1986的时阵吼。去读迄个语言学的迄个教学啦哈，是，就讲英语教学的硕士啦，去 Oklahoma。OK。转来台湾的时阵，去经过夏威夷，拄有我以前大学的时阵，阮的迄个系主任伊伫遐做教授嘛，是，李英德教授。所以就办一个 party，邀请一寡同乡朋友做伙来聚会。伫迄个时阵遇到郑良伟教授啦。郑良伟教授甲我讲，你是一个台湾作家，你他无要用台语写？是。我真就想讲，台语是要哪写？咱自细汉受华语教育，用华语写，写文学，这个做自然啊，袂感觉讲爱用台语写，颠倒想讲台语唔知要哪写。所以我迄阵就感觉讲，这个教授可能头壳歹去啊。头壳歹去，安尼哦。但是华语诗转做台语诗，其实还有一种挑战，还是转变。这足大的挑战啦，所以后来我伫中山大学去互改聘了后，出来行街头，后来这个台湾迄个阵台湾笔会杨清楚在做会长的时阵，又办伫咧罗岗公园办一足大型的群众演讲大会，用我的这个做主题，请我演讲。我迄阵拄好台湾改严，我迄阵写一首诗，叫做《改严以后》。改严以后。用华语写。即马去伫演讲的时阵，想要来先念我这首诗。是，应该袂歹吧？结果念甲踢踢突突啊，没有念啊，咧华语的文字当场现场要翻译做台语，足济嘛拢念袂出来啊。会叮当去着足闹开啊。足闹开的。迄阵就感觉足见笑。面对2、3千的观众，念诗念甲安尼不得不切，所以我就感觉足见笑。转去就思觉醒。伫现场觉醒啊，转来就自家翻做台语啦。是。当然袂晓写，迄字也拢毋捌啦，所以就拢家己想讲，土想讲是安那就安那，就准安尼啦。我讲安尼袂使，所以我阵总要下一个大愿啦。是。下讲好，我后半世人吼，就要来做台语母语的复振运动。所以我要了解语言学是啥货，所以我就决定讲，无管一切啦。是。虽然年纪也袂少啊，个经济能力毋是真好，嘛是要个去读语言学，所以我就申请学校。我就先本来去宾州印第安纳大学，读迄英语系啦，英语系的内底的语言甲修辞学啦，就伫遐读。课嘛修不了，有一天郑良伟教授敲电话给我，伊可能去查到我的电话，敲电话讲叫我转学去夏威夷大学去遐今年学台语安尼。我尾仔都真正安尼做啦。
去学台语。去遐读语言学，是先煞跟伊学台语啦，伊是台语专家嘛。是，我哪有修伊的课，但是我转过的时阵阮迄语言学系无承认我以前所有修的学分啊，我嘛已经有硕士学位啊，我博士班嘛已经读一档啊，学分嘛修了啊，毋袂了讲，拢无接受啦。我有甲系主任讲，伊讲无你去考初考啊，prelim 你若考会过，你就互你读啊。我唔敢去考，因为我知影迄 prelim 是足歹考的，足侪人考足侪档，有的人甚至甲捌考无过。我以后嘛考3档才考过，所以我嘛唔敢去考，乖乖按硕士班去定修啦。但是这个过程是毋是你的这个健康有小可出问题？是到尾啊去读博士班啊，已经硕士班了，搁读博士班啊，因为我迄个压力足大啦，压力真大。压力个大，第一就是讲。其实本地语言学唔是我的专长，我文学是我较喜意的，所以我读大学的时阵我是语言学用断掉的，用断掉的，介落去用断掉。文学拢读文学的课，爱文学。但是语言学既然是要复振母语，语言学你爱读嘛，爱了解语言学是啥货嘛。所以我就读啊足辛苦啦，读啊真硬斗。所以到尾精神上有出问题啦。精神上，读到要起笑就对啊。读到要起笑。因为迄个功课压力足大，搁我本地材料搁无好。但是我一直读到尾啊，硬经啊，到尾我的脑煞有变化啦。安怎讲？就是讲我后来若想要起笑，我后来我就逐工拢去海钓嘛。海钓是安怎？去游水，去海。夏威夷的边仔海去游。你游啥游过头去，游到伊深海去啊！我若看到大只船，我知影我受伤远啊！搁游转来，你就知影讲，若人会做这种行为的，大部分是精神上有问题啊。是，尾安怎转变起来？尾这头经过一档的海料有好起来。有好起来。我的脑嘛，因为安尼去甲经到要起痟的阶段我怎开窍啦？开窍。开窍了，我怎颠倒怎语言学怎读甲足通的？我的语法伫阮迄班拢比迄个美国人搁较好啦。是，我怎开窍？以后我怎感觉讲，我会改变有够大，我的脑因为安尼怎改变啦？是，这个过程是安尼。当然，迄个经济上会压力啦，因为咱的经济上，咱的本地就是山乡人嘛。迄当阵搁卖厝，朋友甲你斗帮助嘛。迄阵就是讲。有一站就读到尾钱拢开了，我去出去早起的钱拢开了啊，贷款的钱拢开了啊，所以就转来卖厝嘛。尾阮大兄就我讲，无安尼啦，你着看你需要偌济，我甲你累嘛累互你去读，我着厝怎过命过互阮大兄安尼就讲着兄弟无计较，安尼就讲伊我支持。但是到尾嘛是个这钱嘛开了，开了嘛还未毕业啊，因为读要几十档啊，我读7档半嘛。阮迄个研究所是足歹读啦。是，无对你过咧。阮某甲囝拢对我去啊，所以太辛苦呢，开销真大啦。是啊，所以到尾我嘛讲要放弃啊，像我无才调读啊，所以要转来啊。这个时阵喊我同期伫美国咧读册的这个留学生。有人知影，伊吴宗信，即摆的火箭专家、火箭博士。是吴宗信，伊知影这个消息，伊怎样去招头了？我看要到20个学生逐个月倾钱安尼互你。我寄来，互我会当纳厝税，爱当生活，继续去读。嘛有人知影伫台湾的，比如廖水平教授啊，因去美国巡回演讲，伊转来台湾。标会啊，互你钱拢寄过互我读，当然嘛，伫美国遐嘛有同乡像地龙光啦，其他人，因拢有三不五时啊，就拢会敲电话，讲你有需要钱无？我甲你寄钱，互你去纳厝税好无？支持你读册，所以有足侪人支持我，甲这个博士读到了啦，都7档半。阮迄个系数。平均是7档啦，当然有人读10档都还无毕业的啦。是，毋过拄则讲到你遮尔辛苦，
某囝嘛对你安尼辛苦的。是啊是啊，嘿啊，阮某嘛对我出去嘛，迄阵我就已经决定要出去，无管哪拢要出去。是阮某就鼓励我去读啊，就对我出去。阮查囝就读国小，拄啊读1年的上学期尔，就对我出去啊。所以伊后来就拢一直美国，变做伊台语是伊的第一语，华语嘛第一语，英语嘛第一语，变做三语的第一语的一个母语人啊。是，咱拄则讲到恁某，你伫这个结婚的时阵有写一首诗吼，对啦，搁印伫这个贴仔内底，对啦对啦，这个夫妻这条诗，你帮阮分享一下安尼。嘿，迄阵就想要结婚的时阵，我就想我要写一首诗，互阮太太。互新娘就对了，是，所以我就写夫妻这首诗，就印，请我这个朋友叫林文岩，伊就写设计，伊就帮我设计，种贴仔就印首诗，所以这个贴仔就是印诗，人袂等讨到咱拢老咧啦，这诗后来我有一个学生，伊有甲谱做曲啦。真好听嘞，孤单你哈，孤单你，伊这条歌咱拄则在影片内底有听到，我感觉足好听，是啊，写得足好了。这个词甲曲拄好麻麻，是啊是啊是啊。老师，佫有啥物款的这个曲甲这个词，是你写好这个对着这个爱情写好某的有无？有哪有啦，像即马前几工伫迄个国家音乐厅表演厅当发表的一首。叫做《形甲影》，形甲影，迄艺术歌曲啦哈，迄个四大音乐系学生硕士班的学生写的，是嘛是，迄嘛是写得足好的，艺术歌曲。所以艺术歌曲、流行歌曲，拢会使甲你的这个词、甲你的诗来做麻麻呢。对，会当。对，你感觉有这个词吼，是写着真侪诗啊，是写着这个政治的这个部分有无？海洋宣言哈是当初我就是甲台湾用譬如这是一只海洋，是所以甲伊写海洋宣言啦。海洋宣言。这个后来有嘛谱曲。是嘛唱嘛出 CD， 是这海洋宣言啦。海洋宣言，这等下请这个老师来甲咱念一下。不过这进前咱要先来看一下这个 VCR， 就是你伫人面册，甲你这个摄影、这个翕相，你的这个讲哦，真有这个底伫伫。咱来看一下这个 VCR。摄影是诗人李钦华的兴趣。透过他们处境的视觉创作，会当转化做一首一首台语诗的创作。这就是流苏嘛，讲春色落落来，树顶假使哪碎，就注定予人唔甘的水。铺白满满，敢若也杏仁粉，结局是时间流逝的缤纷。伊有押韵，押韵不一定爱押四个拢相像，我互伊有变化。摄影诗集对计划出版的一本变成3本，而且佫透过面册和读者做伙创作。迄个讲西周部落嘛，就去用放火烧去，我就家写做一首诗。去行路看着这就狗遐收啊。我转来就写，你伫南面册谱，然后读。者就互你意见，你嘛袂写作遐孤单，这是一个写作真好的一个方式啦。作诗人出世的伊，其实有一个真菜市仔名的本名。我本名就是李进发，就种伤过，人讲伤爽啦吼。就是阮咧规庄的人，足侪人甲我共名共姓，我读到高中，老师迄个来点名，就叫李进发。伊就叫李进发啦吼，就两个人举手，共一班两个人举手。将书写作了后，因为真歹势和人接受，全选择撇势稳基的生活，所以以无韵作为笔名。作品着受得奖了后，改做共音的无韵。即摆的名又阁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心情。我家己出世就含慢，需要做骨力嘛，所以勤劳是花嘛。所以着爱骨力，才会当有一个结果。用安尼鼓励家己，我着感觉讲家己真满意。当做本名，当做笔名。人讲叫你小改，我讲我叫做李勤花，李勤啊花。
大学的时阵，因为地缘的关系，李金花熟悉着共乡的文坛耆老杨奎，变成忘年之交。春风诗社的期间，伊以担应征做精神导师，开始参与政治史运动。伫中山大学教册的时阵，因为理念未合，转避师头路。李金花变成台湾头一个教师组织教师人权促进会，投入社会运动。嘛变成伊氏族生命的源头。比如教师人权促进会，后来台湾人权促进会，后来迄个母语运动，这拢是弱势。咱去参与，上面咧参与，咱上面嘛咧写作，拢两面拢咧做。这爱参与嘛，将做我写作的养分。这就是安尼。当我是一个实践的作家。毋是讲干那讲写作，无要插世事啊。伫第四代教册的时阵，李金花创立台湾母语联盟，整合民间的力量，透过这个平台向政府出声。这个组织有发挥安尼功能，伫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，迄个过程内底，咱办公听会，办种种的活动，咱的人参与伫内底。甲政府的单位、文化部、教育部对话，所以咱会当民间甲政府合作，互咱的母语有一个机会，公司台语台的产生，这拢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凡事有甲含慢，凡事有甲挫折，我永远是一支向前冲的箭。凡事都是这个力量，让李金花伫台语运动这条路上继续打拼。一花一世界啊！你若法度逐蕊花拢甲写一首诗，安尼你的诗的基础就会当较好嘛。讲到这个退休了后，老师嘛是真对着流行哦，就是人面册嘛真活泼了呢。是啦，我对这个电脑科技方面做兴趣啦哈，所以人面册一开始我足早就加入啦哈，嘛小概做者少年人加入，我迄阵嘛拢会用这种物件上课，所以我写作我嘛用人面册 Facebook 哈，咱 Facebook 现在叫做人面册呢，因为伊是伫扩充人面嘛。咱台湾人讲的做迄个人面真快，就是讲朋友真济，就是 friends 真济，这个人面册精神嘛，所以我甲伊叫做人面册啦，我就想讲，我迄阵应该是有休假的时间啦，时间较长，所以我就怎啊讲，无我来写一个系列的作品，逐工拢甲伊铺伫人面册，互迄个我的盟友，我的读者。来甲我指教安尼啦哈，我迄阵想讲，我要来翕相，当然我翕相是足早就有兴趣啦哈，就拢咧翕啊，早前拢翕迄个 slides 哈，迄个幻灯片嘛翕足济，但是阮某讲吼，安尼袂使啦，你若既然要互看，要出册，你爱搁去学啦，所以就我报名去迄个迄个摄影班，就跟一个大师去学迄个摄影。我学的伊伊教的方法，和我的想法是真好。就讲我无要用卡架，无要用这个闪光灯，我这两个我拢唔用。我就安尼去学啦哈。所以我就开始写花啦。我就是按算讲，因为一花一世界啊，你若法度逐蕊花拢甲写一首诗，安尼你的诗的基础就会当较好嘛。所以我就安尼来练习啦。所以我就开始翕花，然后逐工家写，是按算讲要写100首诗，100蕊花，100首安尼啦哈，就结束，结果写袂煞啦，写袂煞安怎讲？尾怎啊一直写怎啊写300外首啦。都袂停啊！都逐工拢伫人面册发表，就有人欢迎，你就愈热啊，就愈爱翕，愈爱写，就怎写到尾怎啊同时出3本啦，所以叫做人面册摄影集，都3本啦，人面册花蕊，人面册季节，人面册传奇，
啊，同我出3本做伙出安尼。是，啊头拄仔有讲到这个海洋宣言，这个宣言这个部分。海洋宣言是，当初是这个杂志要来出刊。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要创刊啦，啊，发行人蔡金马先生来找我讲，啊，请你来写一个发刊词。是，啊，我想的吼，总要写到一首诗啦，所以这个刊物的发刊词是一首诗。啊，就是海洋宣言啦。是，较早台湾的这个意象是汉字啦，汉字安尼。啊，你若是安怎甲伊转化做？啊，我就想讲，这个其实咱的汉字地图，你来用翻的看到海洋嘛，这杜正成迄阵做部长的时候，伊嘛咧宣传这个观念，就是讲伊是大海洋的，啊，所以我就甲伊写做海洋，就是按迄个譬如对台湾的譬如。按汉字过渡到海洋，啊海洋是较积极的啦吼，我会使来念这首诗，是，吼大家听啦，吼一般这首诗算做较侪人欣赏啦哈，因为伊就是讲有代表台湾的意象，是，吼海洋宣言，阮无爱去新妇仔行，久久徛伫遐，讲家己是一条汉字。何伫遮，搁互人嫌？从今以后，阮要身躯掠坦怀，做一只稳稳在在的海洋，背向比前的乌水沟，面向开阔的太平洋。阮小可翘骨的形状，毋是在派5000年的包袱，是阮要甲家己完做希望饱满的经。随时要射出欢喜的泉水，随时要受向自由的海洋。当阮的生存互人威胁，阮会用阮坚实的身躯拼向海岸，用阮的生命见证阮的存在。哇，真正是这2000年9月写的啦。这阵19档啊，9档这个真符合台湾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心境，是啊，这个时代这个转变，9档也阁是安尼。是啊，对。我有写真济这方面的诗，诗人应该是介入社会改革，互这个社会当较好势，啊，互这个有家己这个人民会当生活较好势，啊，关怀弱势，关怀这个下骹层的人，是啊，甲因做伙。啊，写出因的心声是，所以做社会介入。不过你写这个情的诗嘛是真丰富，你用这个批带来比喻着这个翁仔某关系安尼。批带情迄阵是拄伫夏威夷吼，啊拄有一个朋友要结婚啦，啊我就迄阵拄好买一条批带要送因吼，啊我就怎啊想要写这首诗啦，叫批带情。啊，譬如讲这个批带翁仔某的关系，就那像批带会当春秋互相会当调整，啊会当下书，啊大家当真好势，安尼和谐安尼。是，嘛反映就是讲这现主时，这种这个关系较无去，但是照着批带呼吁大众安尼是。对啦，咱批带佫会当用真久啊，伊是皮做的啊。我这感情应该是属批带，安尼毋是塑胶做的。是塑胶做的。老师安尼一路行来嘛，60几档啊。啊，这回咧，这退休了后，伊佫参加着这个中正大学的教学活动，伊遐来开着这个台语诗的应用甲创意，咱来看一下伊上课的 PCR。用台语写诗，搁再创意运用伫咧生活用品当中，这是李庆华逐礼拜伫咧中正大学的台语课程之一。袂少学生因为伊专工来到遮。我伫中正大学遮学问拢已经上满，啊，就是创着李教授的名气，所以搁迄个加权，迄个这本课啊。32月。嘿，微风轻轻，电路片片粉刷，一份地香飘落浅浅外白，独身夜头看那天，为何你嫌我眼，却随风离去？啊，这首。哇，真水，这个诗写得都好啊，拍拍者。学生有无限的创意，有的写诗伫咧地鼓顶面，有的将现代人远距离恋爱的心情反映伫咧手机壳顶面。对目前的台语教学政策，李金花感觉讲，虽然有改进，但是阁远远无够，会当讲是摆卡的母语教育。
语言较好，一礼拜上少要3点钟啦。啊，咱即马这干那1点钟尔，这是无够啊。啊，但是咱就是爱有各方面配合，啊，咱的教育啊，慢慢啊会当改善啦。那咱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国中爱互伊必修，哦，啊，互伊当接煞国小。中间这个是我们的诗，然后它的壁有撒那个荧光粉，其实是象征着把它当成一个漂流瓶的概念，象征着我们的正义锁在里面，然后随着海上漂流。虽然好像无边无际，可是荧光却是可以让它有一点点希望这样子。哦，这瓶中诗了哈，瓶中诗了哈。对。哇，这过程足好个。授课的同学认为，其他的课程和日常对话拢使用华文。伫咧这节课当中，唔但会当学到母语，更加进一步熟悉台语的美感。这一堂课伊毋是干那讲台语，伊是个结合诗啊，有文学。所以讲，踮咧遮除了练习台语，阁有练习台语的美感。因为阮的教育内底其实毋是讲就是把台语放在很后面的地方。为着要互台语的学习推动更加顺利，李金花协助教育部设立拼音系统，互语言教育会当标准化。所有语言要教育，你若无标准化是无可能的。逐种语言拢安尼，所以行向标准化是必须要行的路。啊，这当然有伊的艰苦，但是咱爱做。啊，加在咱迄个时阵，2006年有做成功，整合有成功，啊，咱有公告啊，咱的囡仔国小会有一个标准，啊，课本会当编，啊，课会当开，啊，比赛会当比，啊，搁认证会当办，啊，这对咱的迄个母语教学来讲是足重要的啦。献身台湾教育不得走总拍拼，互用要流失的台湾文化，搁留倒转来的课欢，互美丽的台语文学互美丽的台语文学开花结果满满。都亲像学生所讲的李金花同款，未来伊阁要继续为台语文推动相关的组织政策，继续打拼。头拄则看到影片哦，老师甲这个学生的这个活动哦，真正是非常的这个热烈。啊，这个台语诗的创意甲应用，这节课到底是咧创啥物？这门课是我新开的，是我拢教十几档的册，毋捌开过这门课。啊，我就想讲，阮这研究所叫台湾文学甲创意应用研究所，啊，我就想来开一个台语诗的创意甲应用安尼啦吼。啊，结果这门课开了足侪人修，啊嘛外校的啊嘛外系来修，10几个人来修。啊，学校佮讲我这门课真有创意，所以佮有补助我3万块，互我这门课当用，会当开伫这门课。啊，所以我就学生讲，好啊，恁即马来讲，恁家己写台语诗，啊来应用，啊恁看免咧应用，啊当然这过程内底我就教我家己应用嘛吼。然后恁爱成品。恁就会当直接钱去用啦。当然我嘛当请助教啦，所以我嘛有这助教哈。是啊，应用的部分呢？应用的部分吼，我这个过程内底，我较趣味就是讲，我无爱互因知影讲我后节课是会教啥物货，所以我拢会讲，我虽然有课讲。啊，虽然有讲对这课要上啥货，但是我无一定要照安尼，我想着讲要上啥就上啥货啦。所以拢逐间去上的时阵，拢有一个新的创意。有时是我单咧写，我正单咧写的诗集嘛。我即马都单咧写一本叫做《是非有芳草》这本诗集嘛，啊，就写30几首啊。啊，我有时单写，啊，迄个创意我就去甲因讲，我是甚物创意。
去想到来写一首诗。应用当然就是变成讲爱用我以前旧的诗的应用。譬如讲我的夫妻写做贴啊，印做贴，我摕贴互因看。这个安那诗除了印做册以外，你会当应用伫你的文创，还是讲你现实生活。贴啊，这是一种嘛，喜帖。后来我有印做这个 bookmark， 当这册记，咱咧是讲书签这种的，放伫册迄，嘛印做诗印伫内底，嘛印做地碑，印做海报，印做捷运诗、公车诗，嘛有写做歌，写做流行歌，写做艺术歌曲，嘛出 CD。这我每一遍拢不一定是用什么，每一遍有一个新的主题。学生就根据我的这个主题，因去找古今台外所有和这主题相关的，因感觉有创意的，去找来分享。读这个课拢安尼啦。是。譬如讲我讲夫妻迄，我就讲好，这礼拜的主题叫做夫妻。恁去找古今台外有写夫妻的诗，因就去找。当然有人有来找外国诗的嘛，有来因为内底都有语言所的学生嘛，但是大部分人嘛是拢惯去找华语诗啦，这个学生，当然我会甲因讲，我上课用台语上，我念的诗是台语，当然鼓励因用台语。每大家学生嘛拢抑个惯是华语啦，不过我有那讲尽量啦。我有那会当接受讲，我讲台语，你讲华语嘛无要紧，就尽量学嘛，学到你若惯势了，再改换台语嘛无要紧嘛我袂勉强学生一定爱讲台语啦，拢尽量安尼。所以对学生来讲，因讲华语来学台语，因是兴趣嘛真大。我是感觉安尼啦。到这个澳洲去，已经去3档啊。这澳洲人这个受台语的这个课情形，应该嘛真深熟哦。对啦，澳洲国立大学因要开台语课，本底开始是讲有做台湾研究的博士生要学台语，后来怎啊开放给大学部啦，所以怎变真侪人要收，伊就我讲要收偌济，我讲敢会当收10个倒，语言课是愈少愈好嘛，伊讲管收25个安尼好无啦，因为报名拢30-40人嘛，所以逐档拢收到25个学生。这大学部内底就有较侪其他国家的人，包括中国的留学生啦较趣味就是讲，有真侪人是读商的商学院学生来收足侪，因是若要来收这，就是我想是要学台语，将基本当和台湾做生意。做生意啊！这和伫哈佛较无相像，伫哈佛的时阵哈佛来收的学生，大部分拢第2代台美人啊。像台湾人会留伫遐，伫遐出世的囡仔，就是美国出世的台美人，美国人，因就自细汉拢讲英语，袂晓讲台语，到大学的时阵就有语言意识嘛。讲阮爸母是台湾人，我应该要台美人，我嘛是台湾人，我应该会当讲家己的母语啊。所以大多数是遐的台美人来学，拢学了足认真的。嘛真成功，所以足侪爸母讲哇，今年的迄个 Christmas， 转来阮囝会晓讲台语啊。有人甚至是讲伊要转去台湾，和因阿嬷讲台语，因阿嬷讲个做身体真歹啊，可能活无偌久啊，上少嘛爱讲几句台语安尼。是安尼。安尼来学的，迄个动机。我伫师大的时阵，我逐档嘛拢有开迄个台语课啦。外国学生的台语课，安尼，后嘛有罗西亚的，嘛有韩国的、德国的、日本的，足侪国家的人来收啦，真趣味。讲这个不同国家的人，因会对台湾有兴趣，会对台语有兴趣，咱就提供这个机会，这叫做他所，我讲他所，我第一个碩士学位叫做 TESOL 嘛 ，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，咱即摆就讲咧发展。Teaching Taiw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， 台湾史所以若讲较侪国家因愿意要开台语的课，这个慢慢发展，长期尾嘛是学台语的一条出路啦。是，自这个中正大学这个看起，过来这个澳洲，较早伫咧 Harvard， 其实这条路安尼行来，安尼是真成功啦。你看咧？
成功我是毋敢讲啦，就讲咱就尽量拍拼，甲教好。咱的语言课拢受欢迎啦，吼。啊，我伫哈佛开的台语课，然后足成功啦，吼。啊，我然后摕到迄个迄个叫做 distinction in teaching，就讲迄个教学杰出啦，吼，杰出奖。啊，逐档拢有啦，我逐档拢有摕到。啊，因为我只也是作活啦，啊，譬如讲学生的课到尾啊。中级班我是互演布袋戏，所以伫学校的一个 fair 吼，啊，就演出啊有戏台，布袋戏当然因无才调通讲用台语讲布袋戏的话啦哈，啊，但是迄录音，但是伊爱会晓通人迄红啊，是，啊，因就足欢喜啊，啊，就足心实啊，就吸引人来看，啊，高级班吼，到尾甚至拍电影，啊，佮伫学校的戏园演出吼，佮演2遍。就是讲客满，啊，佮演一场，哦，啊，足心实啦。所以拍布袋戏嘛，拍戏、拍电影，对啊，这两个嘛是一个台语的应用啊。这嘛是应用啊。是。就讲你的台语要有法度通应用出去啦，哈。种咱公司台语台开始发展，咱这台语台内底就足侪物件通应用嘛。是。哦，这台其他的语言会当做的，咱的语言。拢做会到啦，吼！那我以前讲的这个理论就是安尼，我这个理论是根据我一个同学，我夏威夷大学的时阵，我有一个夏威夷人的同学，伊做夏威夷的语言复兴运动的，伊我讲吼，凡那实名语、英语做会到的，阮的母语夏威夷话拢做会到。哦，我讲足感动的啊，所以我就学这句话，是凡那实名语、华语做会到的。我的母语台语拢做会到，所以我就开始用台语写诗、写散文、写论文。我学术论文嘛，拢用台语写啊。啊，我会尽量会当公开场合尽量拢使用我的母语，包括我迄阵伫师大做副院长的时阵，我开会主持的时阵，我拢报告的时阵，我拢用台语讲。哦，我校长过来跟我讲，哦，你台语讲得足好。啊，就是讲你若讲。哦，我以前捌做过推销员嘛，所以我就讲哦，这个母语运动就是种推销员的运动啊。哦，你要互人接受你的产品，你的母语，你第一就是爱互人接受你这个推销员，你的母语运动者。哦，你要互人接受你，啊，感觉你足亲切，啊，和你做伙真好，啊，你讲话真趣味，人就会接受你的产品，你的台语嘛。是。哦，我是感觉讲，咱做母语运动。和做这个推销，这是同款的观念嘛。我就推销家己啦。是。啊，参与这个座右铭嘛。我的座右铭，我大学的时候有写个座右铭，就讲，无管我是偌含慢啦，吼，我是弯翘的一支箭，我嘛要射向顶悬，射向真远的天光啊，就要追求迄个理想，迄个梦想。咱将基本会当复兴咱的母语，咱台湾会当成做咱台湾人的母语的台湾，大家族群会当讲伊的母语，啊，一个多元的语言的社会，啊，大家互相欣赏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学习，吼，咱的人嘛爱会当学习讲客家话，啊是讲你隔壁族群啊原住民的话，阿密斯啊是讲其他的族群，啊是台样，你爱学的会晓讲。当然，咱这代是有较慢，但是咱若有迄个心，人就欣赏嘛。是。咱嘛，咱的后一代，咱后一代台湾人的囡仔，自细汉就伫有上少有3语的环境，伊的母语有3语，拢讲到第一语。像我讲的，我的查囝自细汉，伊就是有3语，拢是第一语。啊，因为我甲伊干那讲台语嘛，啊，阮某甲伊讲华语嘛，啊，伊外口的环境是英语嘛，所以3个拢第一语。啊，我拢还讲台语，伊拢掠准我不晓讲华语嘛，所以伊若喊我讲华语的时阵，我就急个啦，哈，我听无安尼，啊，伊就讲台语，所以伊对我敢若讲台语尔，这叫一亲一语的观念嘛。然后一个爸母，一亲，互伊一语，啊，伊就2个第一语啊，是，哈，2个母语啊，吼啊，咱若环境，比如台湾的环境，你嘛是有华语外口环境，啊，伊就是会有3语嘛。哦，安尼就讲到3语拢是母语，啊，你当学其他族群的语言。是。哦，啊，这囡仔伫10岁左右，学语言拢是讲做第一语。
你的脑内底就有一个 LAD， 这种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， 这种设计要互你学母语的。啊，人类的语言就是一个基因嘛，伫咱的脑内底做自然，伊就这样会晓，拢毋免学。你参伊讲，提供环境，伊就会晓讲啊。是拢伊也毋免辛苦啊，是你大人感觉辛苦啊。哦，你讲你大人先辛苦，因为你上晚学啊。你超过10岁，这囡仔的脑的变化，迄力就无去啊，自废武功啊。就是讲你用学语言的能力丧失啊，你才要学。哦，比如你学英语，我超过10岁啊，10几岁啊，安尼上晚嘛。是。哦，就是讲，互囡仔有3语的第一语，啊，台湾咱提供有3个语言的这个语言环境，互咱后一代。哦，啊，咱也安尼，咱随时拢用咱的母语来做咱的第一个优先的语言。譬如讲，我去迄个柑仔店买物件，去 Seven 买物件，我第一个讲就讲台语。是，我有时袂记字，和外国人讲台语，啊，我知伊听无了，才转换。啊，无要紧啊，你就是拢互家己的母语有第一优先的机会。你若较侪人去讲，你 priority 是你的母语，较侪人去讲，你这母语才能转化啦。拢上少要有75%的人咧讲你这个语言，你这语言就能转化。所以敢若讲，伊就能转化。啊，你若写作，你阁需要学文字嘛？啊，所以咱就爱阁需要透过这个语言教学，吼，啊，咱有真侪人咧教这个台语，啊，咱就去学，吼，自修较困难啦。语言要自修是较困难，当然有人自修成功的咧，但我建议拢就是去跟老师学，吼，啊去，譬如讲，自由时报、林文山基金会嘛拢有开啊。哦，开台语班啊，哦，啊，你工课基金会拢开啊，啊，就去报名，哦，去找，啊，去跟老师学，啊，安尼，啊，学罗马字学好，吼，啊，台语汉字学好，台语汉字嘛是字，罗马字嘛是字，咱就当用2支脚行咯。是，所以对着台语，你是还够有信心的对？我是做有信心啦，因为咱其实是才丧失真百档尔。这个世界有足侪丧失几啊百档像英语，早前1066年就互 Norman 间征服红殖民300-400档啊。啊，伊到秋水出来了，甲讲啊，是咱的人拢咧讲法国话、法语啦，哈，无法国话、法语，啊咧用法语咧写作，安尼敢对？啊，咱的母语英语是哪袂当用，所以秋水开始用英语写作。结果救我英语，英语不但救我，即摆煞变遐尔强的语言。是，所以台语后回嘛变做真强势当然有机会，咱若有迄个心，啊有迄意志，有迄坚强的意志，啊咱有要甲咱的宝贝，咱这个语言传落后一代。咱袂使昂多啦，袂人讲哦，这个物件足好，我加喊阮这代要讲尔，还是讲阮翁仔某要讲尔，要做阮的秘密语言啊，汉囡仔拢讲华语啊，像阿公阿嬷佮汉囡仔咧讲迄个不得不一个的华语，哦，迄个毋对啊，咱就是爱甲好的物件，咱的宝贝，咱的资产留互后一代啊。语言是咱足宝贝的资产啊，你若要昂多，是无应该昂多，应该。分章，互后一代会晓。所以台语就是咱文化的底子，勤为台语在拍拼，海洋人民才有欢。勤华老师，感谢。多谢各位。也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台湾新眼界，咱后回再会。